书包顶好啊！目前时间经过1分50秒。后面的动作快哦，我们现在时间经过是2分25秒了。 请医护人员就位，准备进行伤患的检视以及治疗。依照规定哦，为了避免在救护时有一些血腥的那个画面，所以我们会用布幕遮挡。好，因为伤势比较严重哦，我们说先进行初步的一个那个治疗与包扎。那情况严重的话，我们就直接送往台大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。